花 FB fans 团。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我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席上新的现场消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下午10点来到市议会参加109年度地方总预算的说明会，咱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情景。以上的一些问题跟建议，就请韩市长来简单说明一下，谢谢。韩市长，请发言。法定福利社福的支出，事实上我们各局处基本上就是大家度小月，每个局处基本上删掉3%的预算。因为原住民比较辛苦，所以原住民局呢，我们就不予变动。那再来，那个市长，时间到了哈，我们还是掌握时间。那个会后我们再请我们市府相关局处给予我们邱俊宪议员回答。那我们第3位议员登记的是李博义议员，我们请李议员发言。会长，请市长继续回答他都还没回答所有问题来，包括我对他都啊市长，你对康裕成议员回答，我嘛真不满意。你就是电视顶悬骂人，然后叫局处长来讲感谢，你讲中央卡函卡你偌济？因为李良坚财政局长拄仔甲市议会报告的时阵，讲感谢中央，互阮超过100亿。所以我无都接受啊！你拄仔甲康裕成议员讲的物件，甲你实际上做的代志无共款啊！大家要安怎接受？我即摆要请你继续回答邱俊宪议员的问题，包括你拄则，你打顶礼拜尔，蔡英文总统讲，你爱甲高雄市治理好，你才来插别人。你的回答是啥？你讲高雄市负债超过偌济？高雄市负债超过偌济？安尼若是好囡仔，我请问你，高雄市过去的负债是安怎来？你敢知？伫咧民国100年开始，负债超过一年断差超过165亿，经过8档的努力变成65亿。你今年减1亿，也欢喜甲来甲大家报告。请问这个过程是安怎来？你敢知？关系合并以后造成什么影响？咱副议长讲清楚。你敢知？你若知，你甲市民朋友报告是安怎？你是安怎共印这种话？印这种话讲高雄市多好啊，高雄市负债遮济多好。你即马当遮？你即马当遮？来甲市议会，来甲市民朋友报告，这负债安怎来？你今年做啥货？减1亿，减1亿，甲去年差多减1亿。市民朋友甲我都接受。你讲要还3000亿咧？对啦，要安怎还？来，请你报告者。我们请市长发言。谢谢2位议员。非法定福利社福支出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们各局处还是会认真工作，预算机制减少可以继续执行。关于机场自贸区，我们会用委托研究，金额不多，用委托研究，约估100万左右。4个大计划要让高雄整个起飞，太多事情不是高雄市政府本身能够完成的，像大机场，像自由经济贸易特区，像新材料产业循环园区，那像整个完整的捷运网等等，这个需要中央大力的帮忙。那市府的一己之力实在是力有未逮。至于减了1亿新台币，我们市政府绝对是很谦虚谦卑的，我们不敢大张旗鼓认为自己了不起。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财政方面能够改善，我们绝对不会沾沾自喜。这一点要跟议员呢，我们共同勉励。谢谢。没有，韩市长，你还是没有正面去回答嘛？你会要求苏贞昌院长在宣布政策的时候说，议员你是没有经过评估，是你的我们共用啊，我们共用时间、啊。那个邱议员，我们刚刚说你请李博义议员发言，好不好？对。时间要我无？李博议员，你的时间还没有用完，你5分钟继续发言。你没有经过评估的这个计划，你就宣布啊，未经过评估啊，4个1啊，顶一个会期大家互你哈拿真的，市民朋友嘛想讲拿真的，医生看起来，拄则有听到无？100万，100万，
有道理。以国际大机场100万，才敢听落，你搁跳骗伊无？啊，无市长你说电啊，你无共骗啊？主席宣布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针对预算来要求说明，居然国民党的议员主要邱金宪议员，麻烦你请李博议员发言。那希望本席也希望今天是预算的意见交换，跟行政院苏院长一点关系也没有。行政院，你100亿，你讲甲行政院无关系？你护航唔通护到安尼啦，护市长回答嘛。伊交代局长来讲啊，感谢行政院，结果伊家己讲无。这个100万哪里来的嘛？去来登记啊，陈立那里来登记发言啊，陈立也来登记发言啊。你有发言来登记啊，这是你立下的游戏规则，我来跟你们登记耶。从备量我再来登记，你这个看来，这个等于话。你们在抗议什么？人家的时间呢？今天到底是说明会还是预算？能不能发言呢？好，本席宣布休息5分钟。你是阿爸傻小？你大声傻小？啊不，你阿爸傻的？关键就是讲我现在袂收我钱，我攞钱你攞你钱，你再要我钱，我揾冇意见，啊人家如何去讲啦？主席，本席建议散会。好，咱即马看到就是199年度的高雄市总预算的这个编列的情形，咱即马当看到国民党也有民进党的议员，为着讲要请市长韩国瑜来说明的情形，两边大战平对下，落尾主席宣布休困5分钟。另外，这方面同款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平面媒体上新公布的民调数字。2020年立法院的选举调查上想要投予伊的政党，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成立的台湾民众党超过时代力量，变作第3大党。不如果时代力量进行更替郭文哲，闪避国家主权，民众党到这敢会变作无底底的政党？针对这件代志，下早郭文哲有上新的回应。我们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先性。我们是哪个地方没有做到？我说奇怪，所以常常是这样的哦。我们需要的是明治维新的，不是义和团的。但他认为你应该说清楚，因为他好像还是没有。他说的是这样嘛，我就一样嘛，回答蔡英文的话，也可以回答时代力量。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所作所为是哪一条有违反台湾的主体性，违反台湾的优先性，到底是哪个地方？好，咱即马继续要来看到，这是伫咧190年度的这个高雄市议会伫咧审查预算的过程。咱即马当看到民进党的议员和国民党的议员，佫一概针对到底市长韩国瑜敢要上台来报告，双方会当讲是一句来一句去，相争无认输。反对民进党议员抹黑高雄，高雄要进步，不要抹黑的民进党发言。民进党议员不要抹黑高雄。今天我们预算编出来，也是市长第一次把预算编出来，大家良性的一个沟通，哪里有这个说明不行吗？在你们的时间里面说明不行吗？轻轨车厢进来了，预算宣告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跟中央争取经费？今天我们市长的说明会，中央经费到现在还没有给，为什么不一起跟中央要经费？为什么不跟中央一起要经费？一个人5分钟，人家才讲3分钟，你们就不让人家讲，这不是护航，这是什么？针对预算讲，但是不要讲那个是预算啊，那个跟预算没有关系吗？中央补助100亿不对吗？你们要求市长道歉是在市政报告。市长不要回答，他就护航成这样子。你要针对总预算来讲。今天来讲的话，是一个预算的一个说明而已。今天耍枪了被亚郎哎。要市长道歉，等市政报告再说嘛。卖个喊你讲开这个话，什么意嘛无？民进党要讲的，国民党就喊。啊，那我要开这个话要讲啊，唔免甲民进党说明嘛，对不对？阿爸的阿爸。模糊焦点了嘛。
系啊。刚刚没有说不能借时间哦，刚刚没有说啊。这个不是今天不是执行嘛？是谁的时间嘛？谁的时间嘛？刚刚已经有讲了，放水就是放水了。今天是总预水要绕跑，放水要绕跑，好不好？国民党就是放水不跑，抹黑，还讲话，一路抹黑，然后一路抹黑，好了就继续抹，2个月都没有放水，只会放水跟放东西。其实也没有尊重进行协议，我还有，时间都还没有用完，还来对啊，你们好棒棒的，好棒棒的，当然了，比你优秀的地方。车进限时楼主，楼主空气好诶，我那是楼主，我能不要我是不受益。对了，回答原来会讲话的很棒棒，好，继续。对不起各位哈，我们休息时间已到，我们请韩市长哈再进来。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某李嘉芬，进前委托律师到婚姻地检署来告这个洪耀南，也有吴培阳和郑培芬3个人牵涉到妨害名誉。今仔日佫再委托律师到婚姻地法院要来提告，这届提告的对象是年代主播张雅琴，也有澎湃日报总编辑，也有这个报道的记者，咱做伙来听律师详细的讲法。就是提告的对象。是年代的新闻主播张雅琴，以及就是苹果的总编辑陈玉熙先生，以及其他就是为不实报道的记者。那我们针对张雅琴的部分，我们提高了标的言论是大约是在过去的2个月，从7月19号到9月12号间，张雅琴在他的年代的1800新闻里面，张雅琴挑战新闻这个节目当中所发表的这一些加重诽谤以及就是公然侮辱的言论。那其他针对就是苹果日报的部分，是在7月16号一直到9月12号间，他们在苹果即时的平台上面所发布的有关于不实报道，以致导致毁损我们委托人名誉的相关报道。那我们必须为委托人就是说明啊，就针对张雅琴为例哦，他在短短的就是40多天当中，就是大约40集的这些节目里面。那平均每一集都不止，就是说会讨论到毁害韩国瑜以及就是李嘉芬名誉的言论，那实在是会让当事人就是会不禁去联想到说，以及让这个社会去误信到说，黑韩的确是一个就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一个产业链，很难让人不去联想到说它是一门生意了。那还有就是说，就是我们举今天所提到的苹果即时这一些不实的报道而言啊。我们也必须再次为当事人重申，当事人并不是说贸然的要去兴讼，或者是针对任何对他是批评的这些言论而来提出告诉。只要是在经过合理查证以及合理的就是可受公平的意见表述之下，对于委托人夫妇而言，他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谏言，那一定都会认为就是要虚心的接受。只是就是进来的这一些不实的言论，那以苹果日报来说，他们这一些不实报道，很多都是逾越了就是合理的查证原则，许多都是针对明显就是非常不实的事实，那他们还大肆的报道，那也没有在事后为就是合理的查证以及就是平衡报道，那委托人才会针对这一块来提出告诉。那律师团跟委托人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接下来一样就是会谨守于就是合理查证原则，还有真实恶意原则。只要是逾越了这一条线，带有明显的恶意来贬损委托人夫妻的名誉，我们都会就是依法来提出追诉。所以就是今天委托人所提出的所有的法律程序以及依据都是有所本，并非贸然的起诉，或者是针对特定的人。对，那对于委托人来说，言论自由是民主价值的核心，那绝对会去捍卫民主这一个民主价值，只是也不能够让言论自由毫无界限的去蔓延，那来诋毁大家的名誉。
赶快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花莲北部有一个贼仔专门甲人偷牵铁马，一个网友铺文讲伊的脚踏车已经调查偷第2届，就那甲画面铺上网络，画面会当看到一个查甫头壳低帽啊，牵一只脚踏车入去巷仔底，无偌久换另外一只较新的脚踏车，赶紧要离开。文章一个抛出来，一寡网友留话讲，伫咧附近嘛捌拄过这款的情形，或这个贼仔调查偷几落届，这个当事者嘛讲，这届已经是第2届，互人偷摕这个脚踏车，第2届报案。希望警察会当赶紧把这个贼仔抓起来。同款嘛是上新的连续消息，来关心台中市大理区昨下晡1点钟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一个75岁乌日送骑奥多摆，煞唔知什么款的原因倒残勒残，结果摔一个真正力，倒车了后经过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好，主播各位观众，救人急如星火，救护车行驶到急诊室门口，保全和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将车内伤者抬上担架，火速将伤者送进医院。这名75岁的卓姓男子当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头部受到重创，额头下巴有多处撕裂伤，下肢也有相当严重的擦伤，伤势非常严重。我们今天下午接获消防队的通报，那病患到院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颜面头部有多处的撕裂伤，口鼻出血。疑似头骨变形，我们立刻对患者进行急救 CPR， 但是患者还是于下午2点40分时宣告急救无效。这一起自摔死亡车祸发生在22号下午1点多，卓姓骑士骑车行经大理区凤凰路光明国中对面，不明原因失控自摔，附近民众听见巨响，赶紧出门查看并协助报警。警方第一时间调阅路口监视器，确认当时意外发生的时候没有其他车辆经过，排除车祸肇逃可能，将进一步厘清究竟是骑士身体因素，或者是疲劳驾驶才会酿成这场死亡事故。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讲，另外一段意外消息要来关心，屏东发生到一个57岁姓林的查甫去爬南部第1关山北大武山，一个无细里爬落去山坎卡10公尺的所在，规身躯真侪所在拢刺着伤。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赶紧来救人。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桂阿虎来带咱了解。阿虎。好的，主播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好几名消防队员在陡峭的山坡上呢，合力将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抬到登山步道。那现场地势险峻之外，步道空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小，救援过程困难重重。来看当时的状况。好慢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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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哦。好，访达91，访达上台线433.5K。起先呢，屏东消防局获报呢，在北大武山旧登山口往上方约0.6公里处呢，这名林姓男子不慎滑落，约有10公尺深的边坡，那包括背部和头部呢都有明显外伤，无法行动。而救护人员赶到后发现他的意识还好是清楚的。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场不光是地形、山区气候多变化，虽然是大白天，但是云雾密布，能见度低，增加救援难度。那可以看到呢，消防队员最后是决定用卷筒式的担架以及绳索来包扎固定，拉上步道之后呢，再由人力接驳轮流搬运下山。从中午12点获报赶到之后，一直到晚间8点，共8个小时，最终送医救治，平安完成救到人的任务。好，这是目前所掌握的最新情况，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阿虎，社会事要带大家关心，人咧讲小妹无好话，警察骂警察，小告走法院。台北市中正2分局的警备队一个姓沈的警察不满姓吴的同事做事的时，日子定定讲伊耽误到接班的时间，搁再离开职务，放刁要甲司法单位检举伊失职。去年12月，伫咧警备队大厅骂对方歹听话，事后互检察官依照侮辱公务人员的罪嫌起诉。也毋过高等法院认为讲这是个人的私人恩怨，和公务无关系。依照公然侮辱罪判骂人的警察，都要关10天，会当罚1万块，唔免关。这件案件已经确定。2个警察伫警备队内底冤甲大细声，其中一个人火气足大，一定会粗嘴话。因为轻微的问题，就甲同事骂甲无力。这个警察骂完感觉无遐尔受气啊，才离开现场。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台北市中正2分局的警备队大厅。7月的时候，其实对另外一个排班的同仁，上班的时间穿着制服这样子，直
执行中，然后你骂那个三字经，我觉得这样子是有点离谱啦。甲人骂姓心的警察买手妨案侮辱公务员罪起诉，一审的法官判伊拘押10天。不过，被害警察的检察官认为判甲伤轻啊，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进前认定，因为是私人的恩怨，该用公然侮辱罪来判，甲上诉拍回去，专案确定。从头到尾就是也没有就是一点认错的那种意思，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一句对不起或者什么。也尊重法院的判决。那我们会请单位主管，就是加强同仁之间的和谐。妨骂姓吴的警察虽然认为法官判甲伤轻啊，不过也是尊重警察，因为情绪失去控制，甲同事宣嘛做一届无好的示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警察实在真好心向替民众来服务，法院破文嘛来甲这件代志特别懊恼。这是台中一个查某警察执行勤务的时，经过西屯区福清路也有河南路12路口，向强看到一个查甫看起来真青狂，一个甲问这查讲原来伊的老爸车歹去掉离半路，伊赶紧着急要去斗三工。这个查某警察沿路甲伊斗三工，也阁主动替伊刹车，拄啊好，互法院高大成看到，翕影片破文懊恼这个警察实在真热心。一个查某警察咧执行勤务，看到一个查某人看起来真紧张，主动来关心。原来是这个查某人老爸车歹去，伊着急要去斗三工。你打空档，我帮你推。暗时啊，天真暗，福兴路到河南路口也是真侪车，着惊会影响交通，嘛烦恼会发生意外。这个查某警察主动来斗三工刹车，将车刷去安全的所在。现在这样可以吗？移动上也比较困难，那因此同仁以及这个民众就协助将他们的车辆把它推到这个比较空旷处。这一幕互拄啊好经过法医高大成看到，将画面翕落来铺上网络，懊恼警察为民服务。先生来帮忙人们这样做，让人家觉得很好了哈，很舒服。一来不是讲我就随来看，红线不可以停车，连暂停都不会，我就开了。伊唔是，伊就问讲你是安怎？这位民众迄天暗时开车出门，半路车的链仔向逼去，赶紧打电话爱厝邻的人来斗三工，好佳在拄到警察来协助。啊，若无这个路段拄啊好是伫夜市啊附近，真惊会造成交通的混乱。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私立高中高级学会已经14天无起价，现主时传讲要起啊，因为教育部已经通过为108年度开始要起，上济袂当起超过3%。一个起学会了后，大部分的学科平均册拢是起684块，啊，若艺术科才系专业的学科起1007块。教育部国教署解释讲，上主要原因就是配合旧年公务人员起薪水，也毋过这条钱教育部会出，袂互学生囡仔的时代来负担。不如个算来，2年就要开5亿8千万补助经费，变做全部的百姓，大家做伙来负担。另外，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立法院的财委会，这个会期头一届开会，要求总统府国安局也有交通部相关的单位针对着总统专机再次分的案件来报告。不如个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也有发生空读，董事长叶菊兰临时请假无来，引起着国民党立法院大家真无欢喜。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吴品玲来带来了解。品玲。好，观众带你关心到立法院的最新情况。立法院财委会本会期是第一次开会，排定的就是7月份发生的总统专机违法走私烟案的报告。但是受邀前往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还有华善空厨的董事长叶志兰都是没有出席的，因此也引发了召委费鸿泰相当不满，是怒批可耻。马上带你看到稍早情况。府的秘书长，如果今天在别的委员会有议程，他不来可以。但是不能今天早上才送假单过来哈，麻烦总统府代表我看你们的代表是谁？是司副秘书长，告诉我陈菊秘书长为什么不来？理由是什么？另外受邀出席的还有财政部长苏建荣、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以及交通部长林佳龙，还有国安局长邱国正。不过呢，当中交通部的部分呢，报告内容竟然只有3.5页，也是被质疑是敷衍。带你听一下稍早访问，就是证据到哪里，责任到哪里。那华航的行政调查有部分的说明，然后后来因为已经进行司法调查，我想司法调查是最具有权威
好跟这个公信力，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交由司法单位来主责。下重手是针对讲说他工作的界定加他长期在特勤工作方面，你把他突然调到一个非特勤工作的话，这讲起来很严重了。不要来讲，他如果到一个新单位，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你叫他们待命。各位，你们可以衡量看看。另外，这也是邱国正担任国安局长以来第一次到立法院以国安局长的身份来报告备询，而他一到呢，就要担任救火队的角色，也面对今天的质询内容呢，也已经做好准备。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再把先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多谢批评。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时代力量怀疑郭文德台湾主体立场，咱就会来听郭文德详细的讲法。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先性，我们是哪个地方没有做到？我说奇怪，所以常常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的是明治维新的，不是义和团的。但他认为你应该说清楚，因为他好像还是他说的是这样嘛，我就一样嘛，回答蔡英文的话，也可以回答时代力量。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所作所为是哪一条有违反台湾的主体性、违反台湾的优先性？到底是哪个地方嘛？你要。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你就讲1、2、3、4具体的事项，不要用那种叫 non-specific 非特异性的一个定性的描述，听到那个听不，在我看起来说贴标签而已。不过有事不能接受你们两岸一家亲。就这样，两岸一家亲这第一个它不涉及政治第二点是这样的在整个两岸关系，特别是我从来不认为有单纯的两岸关系，它是在中美对抗的世界大局之下去思考台湾的定位问题嘛，所以我们不会去故意说全部压一边嘛，所以两岸一家亲它只是留下一个回旋的空间，表达一个情感上的善意，但是对于国防经济我们该准备的，我们这个来说我们要去处理嘛，所以并不是说我常常是这样的做实事比较重要。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从头到尾一贯的态度了。有40%的选民就是会考虑投蓝绿以外的，但包含你们台湾民众党那你们觉得最后可以拿到几席？是这样的选举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这个每天认真去做事不要我最近在思考，我们常常把手段当目的，什么意思呢？常常说我们要取得政权才能够实现理想，后来就已经反正这个把这取得政权当作至高无上的这个第一优先，你知道？那所有的，当然再去合理化他们所有的行为。所以我再回答你的话了其实理想跟手段还是要分开的理想是台湾可以变更好，这才是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每天在讲你会有几席会干什么？如果我跟你讲如果全面执政的，那国家更烂，那有什么用呢？市长，可是你昨天提名了8个区域立委，但是就有外界说这个立委名单没有亮点，甚至一个都选不上。是这样的第一点其实不应该在这个不需要在地方回答政党问题的，在党那边他们还是有发言人会去处理。不过是这样，就好像我每次讲说不管是一日双塔，你知道还是2014，还是2018，甚至4大运，你知道人因有梦想而伟大嘛，对。那你每次都在讲说。我跟你讲，我当年2014出来选的时候，有人认为柯文哲会选上吗？可是有外界质疑说党这边征召学历性你不想要做落跑市长，可是你要害人家做落跑议员。这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一个选区议员还是有8个的，这个叫程度上，我们还是有个衡量嘛。现在提出的名单里面然后现在都要面临蓝绿的夹杀，会不会担心民众党会泡沫化？我跟你讲每天认真做事嘛，还是一样，那个目标跟手段还是要分开的，不要把手段当作目标。我发现台湾在政党政治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把手段当作目标，你知道，后来就用那个取得政权变成当作目标以后，再去合理化他所有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才是不好的。像你怎么看黄国昌呛那个纽约家具，然后建管处包庇？这个我们今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在检讨这个案子了。不过这样呢，基于侦查不公开，你知道，在全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需要去做太多结论了。不过我们大概听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还是
有很多问题的，这种会深自检讨，你知道？市长，那个士林夜市那个1000块的水果又出现了，然后朱学和说，如果你可以解决的话，他要捐5万块给民众党。这个其实这样的哦，它会出现，这个我们不敢说它100%不会出现的，不过一出现就会被我们稽查了，查了还是会处理掉的。这个常常是这样的哦，只能说有时候是这样的哦，像这种商圈你知道，所以其实更重要是要有商圈要有一种自治的能力的。当然市政府的立场是这样的，有出现我们就会去查处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说它不会出现的。所以其实更重要还是要有一种地方的组织，你知道自治的能力。我想这还是比较重要。那有媒体报道说，您拒绝跟其他友好的小党组成一个正团是因为担心2024的这个总统的推荐门票要算谁的？这个部分你怎么回应？就是这样的，常常讲的人要。我最讨厌人家什么听说传闻然后什么叉人士，把名字列出来，讲话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合作当然都合作，怎么合作啊？当然是这样嘛。所以我讲这个是哦，我就涂鸦在台湾呢，台湾都是传闻呐，有人说、听说不要大家全部把名字列出来。市长指名去世，有人说指名是合作方式最好，如果要合作的。其实这样，合作常常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程度的合作，所以共荣是一种精神。从共荣，第一个荣是容易的荣嘛，可以互相可以容忍。然后再来才是共荣，融合的融，这才是光荣的荣，共荣。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很多事物在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合作程度嘛，都可以谈嘛。市长史明豪去世，有人说他是台湾的斗士，那有人说陈菊也是台湾的斗士，不过他好像不懂得反省。今天 CA 案他没有到立院接受备询，你怎么看？议华他需要去吗？他是主管机关。我不晓得，通常是这样的。我觉得说很多东西都议华嘛，议华它不需要备询嘛 ，yes or no 嘛，不然它就变大号的吴怡宁了嘛，就这样。那你对陈菊有反省吗？陈菊有反省了吗？另外，这方面世界大代志来看到中世纪激斗世界锦标赛顶礼拜六，伫咧西班牙的贝尼蒙蒂城堡上场，声归世界10外国家地区的选手，大家做伙来参加比赛。大家穿中世纪的盔甲，要来展现欧洲14到15世纪骑士激斗上赛的画面。大家小碗伫咧木星谷对战，嘛展现运动家的精神。休假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昆卡，那袂输登去到500年前的欧洲同款，看到古早时代战士拿刀剑伫咧拼命。我来当地贝尼蒙蒂城堡伫咧办中世纪对战世界锦标赛，选手拢爱扮作14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战士，手会举古早时代各种兵器，变作亲像伫咧中世纪的战场顶的，大家拢咧拼命的画面。You need to fight armor which weighs more than 25 kilos. So I think endurance, the way you breathe, so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参加比赛，选手对战会当用家己介意的兵器，保护家己的安全的规则定得真严格。输赢真简单，人千万袂当倒落，因为倒伫涂骹就会当作你已经死啊。Un deporte tan energético y te empuja a tus límites y cuando llegas a sus límites quieres llegar más. 中世纪对战比赛伫欧洲已经时行20多年啊，这几年发展做正式的世界级比赛，轮流伫各国办，今年是第4届，有为罗西亚、法国等10几个国家的选手组队来参加。那比人甲人对战的技术，嘛希望会当找到更加侪中世纪的战甲兵器甲阵法，借比赛声更加侪人来参加，和中世纪对战比赛会当一直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921大地震，规台湾拢总134个未成年的囡仔，老爸老母拢无去。即马真侪囡仔经过20年了后，拢已经大汉，做伙来关心的即马上新的生活环境。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了，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安排你出卡，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
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要跟大家做过来摆一日，今仔日要来跟大家小看这里，咱做过来看到这里就是暗，暗就是煮糜时水较济，就是暗，像人咧讲暗糜啊。另外牛暗意思就是讲啉糜上盖顶然水上济部分。另外这里暗嘛当做形容词，代表煮糜时水放一个伤过济，像讲煮了伤过暗。要带大家做过来小看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收暗，这就是滚糜时用火甲糜水分滚较大，水就会变较少。第二个词上暗，这就是古早洗衫洗被单了后，浸入咧煮糜水拍好打，安尼就会变较定。另外有一句话讲目睭皮无上暗，代表讲目睭无够金，有眼无珠看袂清楚。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伊目睭看过骹踏咧火，煮糜时啊，袂咧顾讲受暗，人煞无咧顾，互因某讲伊是目睭皮无上暗放放放。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暗，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歌戏国宝杨丽花上新的电视歌戏《忠孝节义》，明仔8点锁定咱台视，剧情都袂走闪。这届和过去的歌戏无同款，加真侪电脑特别效果。嘴啊，闭甲利西西个轰轰叫，这个模样看到真歹，唔若互演员惊一下，可能观众家己嘛安尼看甲流凊汗。但是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甲较早无共，这边透过这个电脑科技制作特效，来打造出更美好。动物里面制作，其实我们毛发是有经过特别的处理。它其实你在想象它生物在走动的时候，它毛会有一些飘动。为着要让观众拟真的电脑特效视觉。剧组团体特别聘请这个电脑特效师，从动物的习性来开始研究，再个豆豆来甲打造每一个动物的这个骨架甲毛草，拢做甲足斗大，希望会当来开创歌戏的新局面。提高这样的制作水平，让年轻人可以吸引年轻人来看我们比较传统的歌仔戏曲。青真的电脑特效，让民众看到真过瘾。不过这对演员来讲，就加将硬斗了。因为伊都爱一个人自演自导咧比手画刀。看到空无一物的时候，你会突然间乱掉，但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自己心里在排戏的时候就要对准那些角度。要安怎踏空来对戏，唔那考验演员的演技，嘛就爱来靠这个特效师的功力，当这个传统的歌戏来斗打新的电脑特效，安尼当来变出什么技巧，嘛互观众足期待的。记者综合报道，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安排你出场，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赛。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要来关心921大地震引起到规台湾2000多人不幸无命，拢总有134个未成年的囡仔，老爸老母拢无去。苏当时有一个7岁查某囡仔，经过20冬，即马这个囡仔生活过了敢有顺利？带大家做伙来关心。
台中的东市，受伤的情形相当严重。救难人员又发现了7名遇难者。加油加油！没有关系哈。 1999年的9月20日，反正1点41分，规个台湾拢喊甲足厉害，山崩第2，互真侪家庭拢破碎去。我家里有2个姐姐，1个哥哥。他们呢？不知道去哪里。规台湾有2000多人不幸遭厄，其中有134个还未满18岁的囡仔，就安尼失去双亲。伊就是其中的一个，这7岁的小静，规家口啊7个人，敢若剩伊1个人活落来。事当时，伊互人找到的时阵，救援人员甲问讲：“小朋友，你敢要好势？”想袂到小静甲应讲：“我毋是小朋友，我互做小宝贝。”我得知的时候，好像是已经去看到他们的尸体。 当下就是说，为什么要留下来这样子？1万年啊，都已经过20年了，自我怀疑到接受大汉，即马小静长大成人了，正做一个会当帮助别人的健身教练。教硬举，传统硬举来双脚与肩同宽。那时候就想说，一定是他们2个用他们2个的命来换我们2个兄弟。阿如甲阿成，因2兄弟啊嘛，伫个这场的地动失去爸母。 当年，因2个人才16、17岁啊，尔是囡仔屯上加乖的年纪，好佳在有亲情来斗照顾。社工的开导，兄弟啊2个人相扶持，互相鼓励来行出人生的大路。家人有留一条命给你，你还在那边活成这样，你勇敢面对。事当时，因拢是囡仔人，开2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再建的宿题，严硬勇敢来活出家己的人生。 记者综合报道。患者心情手落菜来看到用故乡的滋味来互食食客介意，这是台北市中孝东路巷仔底有一间面店啊，达到一定爱点韭菜饼，这上巷的和其他的店无同款。头家用的青韭菜拢特别香特别青，还佫掺米粉、豆干、虾米，另外还佫有鸡卵、香油这配料，用故乡江苏的手路，无掺油落去煎，吃起来韭菜饼袂油佫清香，带大家做伙来食看卖。 敢呢有练过剃沙匠同款，唔免摕叶啊，也是坚持。头家娘饲姑妹摕出伊的这个手路功夫，替手佮甲这个剃棒顶管烘到烧烫烫的韭菜壳啊，一粒一粒咧甲冰冰。因为它就是没有油的，所以要经常翻它。一个韭菜烤好，可能要翻很多次。会烫吗？习惯了，会烫啊。 无掺一滴油，直接落鼎安尼打甲烤，一个都要烤6分钟。伫个过程内底，还佫一直甲冰冰，用这个铁棒的烧度，甲韭菜壳啊对面皮到这个内啊，安尼豆豆甲烤熟，上尾还佫甲拆起来，互豆面拢会当烤出甲安尼切，安尼才会当出炉。2个韭菜盒。好，2个韭菜盒80块。这个巴注注的韭菜壳啊，伊豆面拢有真水的纹路，看这个外皮无亲像用煎的，还是讲用钱的。 韭菜壳啊，迄款遐尼啊脆，毋过食着真软溜，佮 Q 香，内底佮有加即个自然的面粉香，来啊是食着真利口，煎甲饱的韭菜，还佮会当食着迄个豆干糕嘟嘟的香气，含虾米的青甜，食着袂遐咸辣，嘛袂伤过头油，会使讲足利口清爽。这家老板娘她本身是来自苏北的，刚好我们是小同乡，那这个呢就是有儿时妈妈的这个滋味。 为着要互人客食到好滋味的韭菜壳啊，食的拢是现硬现包的。对于软面脆硬皮到这个包啊，这个小连续的动作，一捆鞋啊都爱甲做好势。上尾啊，搁爱用碗来过面皮，搁甲封口。这互咱真歹去想着讲，10多年前饲姑妹过来咱台湾进前，伊根本都毋捌做过灶骹的工课。因为这边的老公的爷爷爱吃，他那时候嫁过来，他已经90岁了，对，就是跟他学。 因为他年龄大了，看他做就跟着他做，就要做了给他吃，就做一些面食类的。后来刚好有人去串门子，哎，就说这个可以做来卖。因翁甲阿公拢是这个苏北人，对因来学做乡里的韭菜壳啊，伫个无意中嘛做好厝边头尾来食看卖，这个好滋味就安尼一个团一个一直传出去。即马饲姑妹嘛开始伫因厝的顶仔骹咧摆摊咯。所以一开始生意没有很好。 我就记得第一天做700块就很开心，因为从来没赚过钱的人。一开始做的时候一直在调整口味，不是油了就是咸。因家乡的口味是伤过重油，过重咸，咱台湾人食较袂下。饲姑妹甲调整了后，安尼顾客就通接受咯。
逐工单位的头前，人拢是安尼排甲叉叉叉。后来因为那边要拆迁就搬，后来原本不想做，太累了，但很多客人打电话。所以才在这巷子里面找个地方。市姑妹靠大校韭菜壳啊来解思乡之愁，嘛和厝内人做伙拍拼，要让这个过咸水的乡里美食，通伫台湾来展现出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佮再来关心抢市的铁头米改编的国片《返校》，顶礼拜五上市头一天就卖1800万的票房好成绩，这嘛是2012年以来台湾电影卖票卖上好的成绩。和2010年的电影《艋舺》头一届的票房成绩拢同款。也不过这支电影因为牵涉到白色恐怖的主题，霹雳教官的角色和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嘛真相像，引起到网友回甲真热。上新的现场消息，赶紧来看到咱台湾艋舺界大代志，这是文化部主办的金漫奖，今年已经是第10届啊。23到25头尾3天拢有活动，也有颁奖典礼。今仔日开幕记者会，邀请上百个台湾，也有外国产业的专家，大家做伙来参加，互相交流。文化部嘛特别把艋舺红仔肚较趣味的台湾料理，祝福在场的贵宾，大家来好好享受一下，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景。编辑奖的黄佩珊老师，黄佩珊还有所有的有人漫画编辑奖的洪雅文老师，洪雅文还有所有的好，接下来这位是入围了单元漫画奖的阿依咪，入围的作品是《红配绿》，欢迎她。阿依咪，还有所有的 Best Comic Strip Collection， 以及以我们的漫画作品《魔幻时刻》The Actor 入围青年漫画奖的 Home。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这位是在场相信很多人的偶像，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第1届金漫奖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刘欣清老师。Mr. 刘欣清的 winner of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at the very first DCA。欢迎刘老师的莅临，欢迎。好的，同时呢，我们要感谢这一次参加了本次的漫画座谈、商务交流的国内外贵宾，以及各位长官们对于金漫奖的大力支持。We also want to extend our warm welcome to all guests at home and abroad who will speak at the conferences and the networking sess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full support. 好，马上就让我们以最热情掌声来欢迎彭次长上台致辞，掌声欢迎他。Please welcome Deputy Minister Hong Jin-ho to say opening words. 欣清刘老师，台视的周总经理，然后在座的各位漫画家，那各位的漫画同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午安。午安。我刚才那个主持人上台在介绍大家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个现场的热情，那个感受到台湾这个漫画产业的活力，那我想那个政府是大家永远的后盾，那郑丽君部长上任之后，他也这个积极的就是关心我们台湾这个漫画产业的推展，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报告。文化部为了这个怎么让这个政策推动得更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环境准备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让大家有这个多元发表的平台？那我们也积极推动这个跨域的合作，那我们也努力的这个进行这个国内跟国外的交流，那我们也把大家很关切的这个 IP 授权怎么样拓展得更好，那怎么样去扶植这个 ACG 产业，我想这个都是郑部长在上任之后文化部积极在政策上推动的主要方向。Mr. Liu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from TTV,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riends from the press, good morning. From this opening of the event, I can really feel the passion and energy that we have in the comic industry in Taiwan. And I think the role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is to support. 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按牌理出牌，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们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熊仔、张立阳、J. Sean、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第3届华人直播金鱼奖10月12日下午3点，敬请锁定台视。你疯啦！哎，我们被警察找到，总比我们2个死在海上好吧？他没见过你，我把我的笔电交给你，你能答应我不要交给警方吗？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要不然把所有证据交给警方啦。你跟陶丽案真的没关系吗？你有到李安的大消息？我们被列为嫌犯了，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公司还要求你赔偿1亿元呢！有人在追我，好像是警察。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少爷，我敢肯定，他认识我姐姐。这什么东西啊？好暖和呀！借我用一下。啊！蓝茶，我和你有什么事吧？你要这样害我？少爷，这样做得体吗？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盗窃宫中财物！好，今日回发那拉书生，求高贵妃娘娘高抬贵手。娘娘，不要！不要，贵妃娘娘！每周1至周4晚间10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刚刚在开会的时候，小秘密该不会只有我发现吧？什么小秘密啊？执行长跟林安安的地下恋情。你还记得你要以身作则，不能带头把员工，不然下面的人会有样学样吗？哎，安安，你该不会喜欢执行长吧？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大王有旨，要将真姬公主许配就收。大将，这笔打败错动的钱，就说管理自己，以小天下。我到底做唔到什么代志？别官方。拍台视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2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看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明仔暗8点，优丽花歌剧忠孝节义。以不用手的方式让2条弹力带穿过身体。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出生的啦？不行，我不知道意思啦，我现在不知道意思是什么。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按牌理出牌，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们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
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再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熊仔、张立阳、J. Sean、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第3届华人直播金鱼奖10月12日下午3点，敬请锁定台视。你疯啦！我们被警察找到，总比我们2个死在海上好吧？他没见过你，我把我的笔电交给你，你能答应我不要交给警方吗？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要不然把所有证据交给警方啦。你跟陶丽案真的没关系吗？你有盗领案的大消息？我们被列为嫌犯了，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公司还要求你赔偿1亿元呢！有人在追我，好像是警察。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少爷，我敢肯定，他认识我姐姐。这什么东西啊？好暖和呀！借我用一下。啊！蓝茶，我和你有什么事吗？你要这样害我？少爷，这样做得体吗？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盗窃宫中财物！好，今日回发那拉书生，求高贵妃娘娘高抬贵手。娘娘，不要贵妃娘娘！每周1至周4晚间10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刚刚在开会的时候，小秘密该不会只有我发现吧？什么小秘密啊？执行长跟林丹丹的地下恋情。你还记得你要以身作则，不能带头把员工，不然下面的人会有样学样吗？你该不会喜欢执行长吧？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大王有旨，要将真姬公主许配。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意大利米兰服装周已经伫要散场，在地牌子度假班内的服装表演，用树篮风格，嘛用到真济卡其的布、动物花雕啊，另外还有热带树栽来做主题。新闻上要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